看17哦，瑶瑶穿的都一样的衣服，真的，这个一模一样。我今天第一时间给你们拍上来。现在时间是5月14号的8点23，他们刚刚到啊。这个真的，一个组合，新的组合，叫什么组合呢？你们要取个名叫什么组合呢？他们拍视频都有写跳舞的名字，那些都有。站远一点，站近了之后，这个相机收不全，只有收到了一个人。这个是最怎么说呢？这个组合应该是最专业的吧，最喜欢跳舞的那个组合。